来继续来看，台中大甲镇南宫昨暝来举办着大甲妈绕境进前的前道的起驾宴，董事长颜清标嘛现身来致辞，讲人加真瘦，行路行真慢，讲话阁会喘，乐手嘛无啥气力。原来伊是请假出院，今仔日就阁来高雄住院治疗。颜清标几啊年前有做过换肝的手术。最近，伊的后生颜宽恒卡着侵占国土罪，1000万交保的价工，伊就互送到高雄的病院来检查。颜清标的查某囝，也就是台中市的副议长颜利敏讲，会到厝内底人参详了后，才决定是毋是要对外来说明爸爸身体状况。大甲镇南宫的董事长颜清标出席起驾宴，真久无公开露面的伊，明显加真瘦，头毛焦白，甲支持的民众握手的时，看起来嘛无啥物气力，行路时嘛是真慢。亲戚朋友甲伊讲话时嘛拢轻声细细。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看到颜清标行过来时，气色毋是真好，赶紧挖过去。每一年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主题。颜清标身体真虚弱，都要有人扶，才会当来慢慢行去舞台致辞。啊，阮查某囝颜利敏拢食1个月啦吼，我甲你介绍者，食1个月嘛袂瘦吼，所以就这样。颜清标讲话依然真笑亏，提因查某囝，也就是台中市副议长颜利敏滚酸笑。经过了解，伊进前因为换肝的手术需要静养。状况维持了袂歹，不过因后生颜宽恒甲因新妇涉嫌占国有土地和检方通知1000万的交保，颜宽恒多开始佫继续交保，颜清标因为真烦恼，就讲因为心情影响到身体，后来过段工被送到高雄入院。我先晚一点跟家人商量一下，好不好？颜利敏讲，要甲出来人讨论后，才决定是毋是对外说明因老爸病情。有消息讲，这个颜清标即摆是住一般病房做例行性检查，为了起驾宴坚持甲医生请假，因为进前疫情影响，起驾宴取消3届，将无简单恢复举办。加上起驾宴是妈祖绕境进前的重要仪式，所以讲颜清标就算身体更较虚弱，嘛要参加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